一届来呼吁抵抗这个新冠病毒，注意防下是真重要。讲喂过新冠病毒者，也是会个重复来喂着病毒哦。注满着3剂预防下才是上关键。专科医师黄宪伊讲，美国有研究，注3剂预防下保护力达到68%，会当避免重复感染了后反重症住院的几率。若是确诊该隔离，袂使得离，更加袂使代孕。美国研究发现讲，头一摆喂着到第二摆喂着平均79天，第二摆喂着到第3摆缩短到65天，可见中伏感染是2个月至2个半月机会上悬。而且中伏感染对人的身心拢会重伤，心血的疾病增加5%发病率，神经系统增加3.6%，精神的压力更加大到12.1%，而且第3摆感染病尾更较侪。打满了2剂，只能预防大概只有35%的重症住院的保护力。那如果是打满了3剂，那可以增加到68%的重症住院的保护力。到底是感冒还是中伏感染？指挥中心认定讲，中伏感染要有2个要件，就是确诊后1个月至3个月内症头若是恶化，要不你若是无症头，还是比之前一摆确诊较轻，都无算是中伏感染。抗原快筛阳性，还是 CT 这个数字较无预期，其中一个就是中伏感染。不需要再借由这个做基因定序等这个报告出来才能够判定哈，这样的话是可以从宽来认定这个重复感染。因为乱世病毒确诊阳性可能那一摆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